我哋常用嘅燈珠會有單色燈、RGB 燈、RGB 燈帶同埋漩渦燈，視乎模型嘅燈光大細、顏色同埋燈效嘅需要。單色燈會有好多唔同嘅顏色，例如有紅、橙、黃、綠、青、藍、紫。而燈珠嘅 size 分別有3mm、2mm、1.5mm、1mm 同埋0.65mm 嘅。RGB 燈嘅顏色係會通過改變紅、綠、藍3種光源唔同強度同隨住燈效而出現唔同嘅顏色同唔同嘅閃亮效果。燈珠嘅 size 就分別有3mm 嘅3030、2mm 嘅2020、1.5mm 嘅1515同埋1mm 嘅1010啦。而 RGB 燈帶就係由多個 RGB 燈珠喺同一條燈條上面，按住預設嘅程式出現各種嘅燈效，例如彩虹色、幻彩色、漸變色之類。而漩渦燈嘅顏色同閃亮效果係同燈帶一樣嘅，唔同嘅地方就係漩渦燈係圓形狀，配上燈效就會出現旋轉嘅效果。我哋常用嘅 size 有4粒 RGB 燈嘅4位漩渦燈、9粒 RGB 燈嘅細漩渦燈、10粒 RGB 燈嘅大漩渦燈啦。